敬人忠厚，孔明義不良，文書如廢藥，氣殺了周郎啊！只因劉華比佢經商，有礙東罌來往。更若任強徒手，終有日夜你有所不知啦。是呢？本憑智勇真風動，卻難如孔明。又以何事見難呢？夫人，劉備借去荊州，一借不還，老子竟三番追討，都也是空行，還與他簽押借據，何來又中了孔明之計了？哦，既然簽下借據，只當歸還有期啊！咁都督你又何必煩惱呢？借據寫明，先取西川，後還荊州。如此看來，佢10年取為解愁，再策良謀來對抗。周羅，既是欲速不達，不讓靜觀其變呢？望把煩惱拋開，同進佳肴美釀啊！深感夫人尚未解。我願將醇酒滴收場。周郎，請。夫人，請。夫人，恭謹回敬你一杯嘅。謝都督。柔情蜜意上會旁，自享成就香。夢裏一對，煙裏一雙，偕老白首同惆悵。試問情萬一丈，妾亦情萬丈。互憐互愛，此心不異鄉。夫人，嗱，剩一杯添啊嗱。好啊。
情鸞鳳永成雙。望都係咁望啦。雖知寡鳳失戀多苦況，夫戀無鳳自凄涼。都督，自古道寡婦無夫，有若孤舟無態。鰥夫無婦，都有若駿馬無鞍。都督，你話係唔係呢？冇錯啦，妙極妙極。都督，聯婚鳳策係人生慘事噶，何以你仲拍案叫妙呢？就係妙在聯婚鳳策，荊州才有希望啊！點解呀？夫人既是孤啊，聯無鳳，自凄涼，留俾夫人芳名喪，必延續雅趣，為襟寒。後有梅如花樣，小屋居處似無浪，堪為鄉里吊金鰲，哪怕荊州不到首相。以郡主換取荊州？非也，我恭謹嘅意思，想請吳侯偽將郡主配與劉備，相請過江招親。那時老為人質，逼還荊州，此所謂美人計呀！美人計？都督，最怕畫虎不成反類犬，牽連郡主最難當啊！國太將上一明珠，豈容下嫁中年啊！只要通過吳侯，瞞住國太郡主，此事萬無一失嘅。嗱，你準備行裝，我哋明日翻去南徐啦。